即马天气愈来愈热，都有台南的民众表示讲，一直半个月内已经发现到4只蛇，上大只的是有够2公尺这么长，全部拢是无毒的臭青仔。有掠蛇的专家是怀疑当地可能有出现臭青的家族。农业局是提醒民众，若是要去挖进草埔啊，也是要去田里，得要注意看敢有蛇。因若是看到蛇，得要赶紧通报农业局，千万唔通家己去掠。监视器翕到街条内底出现一尾1公尺半的蛇，当咧偷食鸡卵。台南市安南区一个饲鸡的，最近发现伊的鸡卵定定的无去，从监视器才发现凶手原来是臭青仔，赶紧找人来斗掠。而且这半个月以来，才已经出现4尾蛇，怀疑当地有臭青仔的家族。他从4月初到昨天、前天到前天哦，这样子，我总共去帮他抓了4只。我以前碰到的经验是，可能就是一个群体，它可能就是3只吧。我是怀疑它可能是不同群体这样子。事实上，毋但是这安南区公清里公学路一段，只要天气转烧热，就开始有蛇。当地里长讲，这礼拜已经掠到2尾，因为公清里内底大多数拢是草埔甲田园。若阮遮，伊甲我卡2分钟内拢到，拢家我家己掠。所以讲吼，咱会晓甲掠着，安尼可能感觉讲，哇，你遐蛇较济。其实哦，只要你若草地所在哦，蛇拢足够啦。安尼是有掠着，甲无掠着安尼。阴值过后哈，那天气也逐渐转热，那一些蛇类的话就会出动了哈。如果说民众在接近草丛的话，希望是能够打草惊蛇哈，让它逃跑。农业局提醒民众，若准去郊区，就要举管仔，哪行哪爬咧。若准蛇走入去厝里，嘛一定要通报，互专业人士去甲掠，避免家己掠颠倒发生意外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